希望今日呢一個活動咧，亦都能夠凝聚大家繼續支持中大醫學院嘅發展。其實空急病好開心嘅，你可以帶翻你嘅下一代、你嘅屋企人翻嚟，去感受翻你從前嘅生活。去到而家呢一刻呢，我哋翻嚟呢，最重要呢，我哋大家就係團結一致，亦都可以幫我哋嘅下一代呢帶嚟一啲 aspiration，等大家呢心裏面有個 role model。